对啊，会使无？会使无？你可以啊，那亲戚看得很高兴哦，你亲戚哪管不在管我的啦。对啊，所以他就说，真的啊，就是对啊，真心啊，就是最好的方法。那或许的家长呢，对不对？就刚求到啊，那之前然后带他去求道的时候，外家长就必须动起猫这种猫，就是要带他求道的那一天嘛。那家长动起猫，而且新生才1个多月，或许一边看我的时候哦，心里在第一学在想说算了，然后在求道就算了啊，但是呢，没有想到这个家长求道之后啊，他的头部啊就那个什么，就发现了那个肿瘤，而且是恶性的。那他刚开始呢，或许发现他这个状况的时候呢，或许啊就是给我，就说，哎，我带你去针灸了。那时候或许还不知道说他是癌症哦，那你针灸，他说他整个那个平面神经一直发嘛。那或许带他呢去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呢，或许其实手上是自己受伤，啊，那时候受伤其实也是当人家发愿的，因为他说你说好帮你发一肚子，人要帮你发一肚子的嘛，所以就不帮兄弟，说你不看他。那这个家长呢，或许就带他去针灸的时候，或许那时候手受伤是不能够举起人家复健，可是或许为了大家看医生，或许自己不能去复健。那后来呢，就带他去做磁振，但是我是他们家人的感觉，带他做磁振，然后后来发现他说的这个恶性肿瘤是第3期要开刀的时候，那他的小孩子就在那个医院里面啊。就是说开刀期间，这医院里面有那个手机拍，就拍到那个鬼魂，那个鬼是他先生嘛，他先生本来是去 T 哈，他先生就很感动啊，就是非常感动。那他后来开刀之后，医生说本来是应该会一半嘛，会就是说没有办法动的，可是没有想到他非常的手术后非常的顺利啊，所以他当然怎么样？他当然是发育他射手啊，他愿意发育他的射手啊，所以或许是很开心的。那但是呢，他每次都讲，为什么他会那么感动？因为有一次啊。他去检查的时候，他会问他说，因为或许你是在那家医院做复健嘛，那你说你大家，我姐姐有请鬼，后来把他复健去，哦，那个复健东西，他一旦拿复健再来切哦，所以或许下去的时候就等很久啊，所以等到或许的时候，他正好也下去了，那他下去的时候呢，他就在复健室问或许第一句话说，为什么你那么多天没有来复健了，已经那么久了？因为他知道或许每天都跟他去哪里，都去医院嘛，所以他很感动，他跟他先生说，我要跟主任走一样的路。他是我们家的恩人，所以他主就说，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什么？举手之劳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我就说，其实啊，他说，渡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是真心哈。好，接下来很多提醒，我们在职场里面啊，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一座桥，不做一面墙。这我或许有感而发。有时候我们同学之间，你会不小心犯这个错，为什么？像在职场里面啊，比方说 A 跟 B 两个人不合，但是你跟 A 跟 B 两个人都很要好。对不对？那比方说，好，今天 A 来跟你讲，B 对我怎么样？请问你可不可以把 A 的话再告诉 B？绝对不可以，是非常大的出息。因为有时候这两个如果是道歉，有时候对方不会来和好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或许接触到这样事情呢，或许听到 A 在抱怨 B， 或者就说，是啊，是这样啊，可是 B 说你很好对不对？而且你那天争执我都知道，其实我都不知道，我都说我知道。对，我说，但是他说他很忏悔啊，他很难过，在家里哭了一整天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呢，你像听到他说跟他笑一下好不好？但他心里很难过，他是的话，他狗嘛，对不对？跟他笑一下，真的跟他笑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你的面子。下次呢，你看到那个时候，一起跟他学习。但是你看他又跟他笑到回来，他们生气，电铃伤不行，而且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伸手不打笑脸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们一跟他笑说，知道错就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呢，这个绝对不会出钱的嘛，真的。所以呢，他觉得说，其实我们现在是修道人，这点非常的重要哈。而且呢，我们如果本身呢，能够把 A 跟 B 对不对，让他们大和解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个生命剧，对不对？那像或许也是遇到这样的家长，这家长他也是长理他，或许是比较跟上的方法，夫妻俩或许有这个方法，或许呢曾经遇过那个学生，或许讲，老师我跟你讲啊，来上课的时候就是很负责，然后说我的爸爸今天上学的工作，我今天回去要跟你的妈妈谈，看你们决定要跟谁，他们说主任怎么办？说不要害怕，有我在。然后呢，或者就假装好是打电话给爸爸，就跟他说，哇塞，爸爸，今天我是做家访，你要家访，对呀，家访哈，那你麻烦你泡一下茶，因为我很爱喝茶，我这个人不喝茶，对不对？就会觉得蛮难受的。那你如果没有茶叶，自己带去，因为喝茶，对不对？喝茶才可以聊得久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来开始喝一杯就要走人，是不是？他如果晚上睡不着，很简单的，就读《弥勒真经》《桃园名圣经》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对不对？一定会很棒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家长
泡茶，但是呢，事后这个老板跟同学讲，哎呀，还有除了你来，不能问他，问他应该准备高风理论的，后来你来公共这个怎么理论？啊，但是候选人上去对一股，对不对？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办法我跟你讲，天天佛一讲是要规划的，我把我手里来听。规划会，这很适合你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说你那边嘛，应该是没有加班，你怎么知道？不用开的。他说真的要去吗？一定要去，而且呢，这个念佛院啊，在山上，不走路太危险，不在意。为什么在哪？因为大家都丢不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什么时候这种方法？那一定会这样子嘛，出了很多家庭的那个什么悲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连学生也很爱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小天使要去上班，高中同学都上来，对不对？夫妻很多都会吵架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的啦，但是我们一定都要教他方法。好，所以来跟同学讲啊，如果是同学说你的爸爸妈妈感情的父母都是因为你的，所以回去呢就去放一张卡片嘛，对不对？就放在妈妈的枕头上，那就放一朵玫瑰花。他说老师你好幼稚哦，你说你放就对了。然后呢去跟那个爸爸借手机，说爸爸手机借我还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放手机给妈妈说哇，老婆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呢这个老婆看到简讯，老公发了简讯，然后老婆很辛苦了，是不是很快乐？对呀、所以呢，这样子妈妈、爸爸妈妈讲说，哇，我们学校的这个主任好贴心啊。所以你下次到底讲来学校要不要？要，我其实这个再用一下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你要先说到的角色，在职场这个很重要。那个是金刚菩萨啊，这个金刚菩萨就是我们的外在，这我们在做我今天还没有讲过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先生，好，那这个你们自己回去评就好。像我们各位先生今天的这个穿着打扮都是非常什么金刚菩萨。好，再提出内在的基本配备，这个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比方说高尚的品格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人格要健全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钱道呢要非常的斯文有礼啊，那步道要非常的端庄贤淑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你看大家都有，对不对？这给自己一个掌声好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的行事作风啊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自我要求。啊，再来呢就是说，我们的同事间呢的第一个要谨慎，这个刚刚学跟大家分享过。再来呢，这个乐善好施的热心特质，这个一定要。或许为什么要粉红色呢？标注呢？因为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。而且你要渡人啊，你要渡很多呢，就是你公司里面啊，还是说你的其他亲戚朋友啊，还是他的朋友，只要是不同宗教的嘛，会跟你讲这招真的非常好用。再就是对于学到班的要有高度的肯定，当然了，因为你在一个职场，对不对？别人会说。河南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有时候真的蛮烦的，工作一大堆，教练应该来学到，当然不要啊，对不对？即使你心里面对不对？你这样，哎呀我很累，可是你要怎么样？看到这个道场报，好，很好，对不对？真的好。那么后续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乐善好施的理念是什么？各位姐姐，我们都说一贯道是包含什么？包含什么？就是五教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可是呢，我们本身有没有这个五教圣人这个修行？有没有？我不敢讲有没有？我们要说什么？我们说有，我们要非常肯定说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后学的那个补习班啊，楼上是多少，对不对？后学的那个书柜里面啊，正好就放了4、5格的书，而且呢，后学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布置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绝对是佛教的，方便介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各个佛教的书全部都有，不一定有看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儒家的，对不对？道家的，儒家跟道家的帮合办真的在我们道场的。再来，因为回教的书太难算了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有一边的书是放基督教的，而且呢，佛堂的地方一边的书房，就跟他放了那个天使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最后的晚上放很多基督教的东西，有没有？那呢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很多家长来参观的时候，那天到底是去搞呀？几个搞一家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搞你们到底是搞工，不是一贯搞，或者是讲不了跟人家搭到生活是要道歉，搞或者是跟人家讲不是一贯道嘛，对呀，所以有人就说你是一贯道，什么一贯道呀？你贯道一点嘛，我一点，那有的我这个是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你本身呢，即使说有人在搭，你其实你中间他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都不用拉来拉去，我告诉你更好是什么？我们一贯道是补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补习班常在办这些慈善活动，为什么？比方说世界展望会、饥饿30活动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会带学生去参加嘛。还有创世基金会，我们的补习班呢，那边就放一个很大的那个什么发票捐的箱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家长说，一起过的，然后创世基金会我在做什么东西很快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知道了。这就是我们昨天在分享，你知道那个佛陀啊，跟那个耶稣在天堂都在喝咖啡。他说怎么知道？
洲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呢，第二次想，哎呀，既然是第一次开，那我们第二次呢，在那个人形呢，对不对？时间不要放那么久，就放在烤箱里面放几分钟，放5分钟。开始时间飞，对不对？哦，上帝有很施工就在哪里？美洲、欧洲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上帝呢，因为有学过数学，他知道15加5再除以多少？10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做第三个人形，再拿到烤箱里面烤一烤，拿出变成颜色，金黄色的。所以我们是什么色的？我们是金黄色，但是千万不要跟那个拍的那个人知道吗？不然你会被毒打一顿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或许就会跟我们这些就是说，不管是我们的家长、我们的学生，还是说我们的这些朋友，还是我们的同事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拣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上帝啊，他也是很爱非洲的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很爱印度人啊，所以他会派圣灵在那边。那他也很爱白人啊，对不对？那都是他的子民嘛，所以他带耶稣啊在那边。那但是呢，我们是金黄色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东方呢的圣灵比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拍谁啊？所以呢，你看，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？要把这个大道传递到万国九州。这样之前你不懂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要非常有信心的。所以各位先生，这些东西看看就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里有过程哦，我们常常呢，刚1、2年我们做一个很大的那个什么环顾招嘛，就是说，我们有什么东西，请各位家长，对不对？还是邻近的那个就是说邻居啊，都会把这些东西送过来，